世界万代，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拓。观众朋友，昨Pelosi 专机开7点外钟飞来松山机场，70多万人注目在看。昨暗到位了后 ，AIT 讲国会议长访台是亚洲行程一部分，显明这正式行程毋是较早大家人在邀的私人行程。上时美国迄边华盛顿邮报虽刊出 Pelosi 的投书，讲到美国就要坚持甲台湾的约束。今仔日 Pelosi 拜访咱的国会，见蔡英文总统，参访经美人权园区，侮辱咱台湾是军论的岛屿。咱看会到，这真正是台美往来的突破。咱看太平洋战争再来的历史，台海、台美的局势是不时在变。直到美国国会议长来台湾，对未来台湾地位、甲东亚区域局势影响，其中咩咩角角，咱今仔日做伙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中央研究院后秘书林正义研究员，观众朋友平安。邀请政治评论者吴文琪先生，主持人好，大家好。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陈良智副研究员，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吼，昨 Pelosi 的这个专机 Spar-19 吼，飞来台湾的时，70多万人吼，伫线顶咧看吼，因为伤侪人咧看，煞有这个网站吼提示去吼，Pelosi 来台湾访问是大家人拢注心得甲注意哦。咱即摆先来看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车队来到饭店，现场民众拍扑啊热火火来欢迎。对面是有抗议的团体，媒体嘛是规大阵伫咧现场报道。佩洛西伫咧初二暗时10点外，带领规团来到台湾，展开热烈的访问行程，正受到各国的关心。各国的媒体拢以头版头条来报道。美联社记者就讲，佩洛西到底拢是反中的立场，互即座历史性的台湾行更较有影响力。It's a rare role for the speaker, but 25 years ago, another U.S. speaker, Newt Gingrich, made a trip to Taiwan in a show of support for the island democracy. It was seen as an important trip then, just as Speaker Pelosi's visit is seen 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visit now. 伫个历史事件2年后，苏当时的佩洛西是众议员，迄当阵就捌伫个天安门广场举布条来抗议，去互人赶出境去。英国广播公司 BBC 以标题“佩洛西唔惊北京危险警告来访问台湾”，报道佩洛西即座台湾行。法国媒体法兰西伫个24就讲，佩洛西来访问台湾了后，中国反势会伫个台湾4颗链段来展开实弹的演习。日本 NHK 和中东的半岛电视台嘛，拢有正热烈拼咧报道。路透社更加讲，即座是佩洛西遮久以来对抗中国的上官方。美国国安会是强调讲，佩洛西即座台湾行并无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We will not engage in saber rattling. We will continue to operate in the seas and the skie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as we have done for decades.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aiwan, defend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nd seek to maintain communication with Beijing. 美国嘛警告中国，唔通用即座访问来做借口，对台湾来采取军事行动。全球的媒体拢聚焦来报道，显示即座佩洛西的亚洲行，特别是访问台湾的行程，上界有影响力。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昨暗是历史性的时刻，或是15冬来美国上关战级的官员来台湾来访问吼。咱本地是掠做 Pelosi 的专机会对南海这边来吼。事实上，咱看到因驶过文莱甲菲律宾为东边遮来到台湾吼。正义老师，咱看到除了因这个行程吼，应该是要避免这个冲突掠外。咱看到佩洛西来台湾了后吼，伊随发一个推特吼，讲符合台湾甲美国共同的利益，是推设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咱看到伊的航线甲佩洛西伊昨的这个推文，讲到这个印太地区，咱敢看到讲台湾即马是用这个印太的这个区域安全来考台湾的问题。咱会当看见这个 Pelosi 伊是大胜吼，去到新加坡，然后在马来西亚，来到台湾吼。所以以这个新加坡甲马来西亚都有讲到，那是印太地区啊，有学了到拜登总统啊，这个印太
的战略啊。是。虽然讲这个拜登政府伊即届对于佩洛西来到这个台湾有无共款的意见，不过咱看起来讲，伊这个美国国会共和党伊即届无有派出一个代表团的人员，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共和党有25个参议员，是，伊今仔日来大家来联名签署来支持这佩洛西，无共党的国会议员、国会议长来到台湾访问，所以会知安尼讲就是讲，即届就是讲是足困难有这个中国的反对，有拜登政府无支持但是这佩洛西阮那共款来到台湾，这个并不是伊第一届来，伊23当前1999年这个921大地震10月，因为南北来到台湾，所以会知安尼讲就是讲，一个美国这两届就将伊的议长伊这样大的困难阮来到台湾这个阮也是有需要勇气美国阮也是美国政府拜登政府虽然讲是无支持，但是阮有足济准备，咱会当看去为这个马来西亚去到这个婆罗洲这个卡里曼丹入去到这个菲律宾的南部为菲律宾的东部直接伊起来到台湾。是问题大哥，拄则讲到这个美国可能用这个印太地区来靠台湾的问题实际上中国上无爱的，咱讲过就是台湾问题成做一个国际的问题若是用印太这个区域的角度来看，伊就变做一个国际问题，敢毋是？应该是安尼看，就是讲，就是咱讲的种这个大国政治的博弈游戏嘛，咱看这个佩洛西，我感觉讲咱咧讨论这一个大架构，咱要先一个定义，就是讲，进前大概应该是7月份，7月28，拄好有第5次的拜登甲习近平的这个会议。是。伫咱看新闻报道的时候，看到就讲，不管是谈的俄乌之战啦，国际什么就是塞港锻炼。你就一定知影，因一定基本上咱知影，因应该小可有讨论过讲，佩洛西这件代志来的时阵，因有一个护栏。咱定定咧讲，其实因这个大国咧生这种游戏的时阵，其实因拢应定是讲，咱讲的是讲，他们会套招。其实一定差不多对我来看，因差不多拢讲好啊。所以你看因即马，不管是美国、中国还是台湾，我甲大家报告，以我的观察，大家是照剧本。再下去演的，因为基本上大家拢讲好啊，因要见面也无因袂讲过来伫11月时阵的G20，因这个所谓的习近平甲这个拜登因要见面，基本上国际游戏是安尼。但是我讲，咱咧看这件代志，到底即马佩洛西因为今仔下晡若照新闻咧讲，下晡5点就要离开咱台湾，我感觉上大的得益者，以我咧看啦2个人。第一个佩洛西，因为你就知伊80几岁啊，一个老伙仔，伊基本上因为你知即个美国因为国内不管是通膨的严重或怎么样，民主进步就是这个民主党的选情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基本上这是伊的毕业旅行，所以伊来的时阵，基本上伊也在得到这么大的镁光灯，我觉得伊基本上伊的残余价值一定用甲尽啊。第一个得力的是我讲起来。到咱台湾的林志坚拄啊好你家在，阿弥陀佛，拄啊好讲，拄啊伊的论文门啊、球场门，拄啊佩洛西一来，大家今仔日你看这2天拢咧讲这，所以咱若咧看这个今仔日就走呢，今仔就走，所以我就讲原本。咱的林志坚可能是希望讲变小鹰男孩，再变做陪妈男孩啊，但是真可惜，陪妈今仔就是差不多5点就要走啊，所以伊这出戏无法度继续演。但是我讲咱若咧看这个国际这个咱讲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游戏来讲的话，对我来看，美国基本上咱用股市的用语叫做利多出尽，对中共来讲，我感觉是平盘开出，对咱台湾就是落沙下盘在封底在下杀。为啥我安尼讲？咱就是观察国际的这个政治啦。我头讲，因为第5摆的习近平甲这个拜登的会议，基本上因拢讨论过啊。各位你来看，美国基本上为什么这届这急的原因，除了国内的经济无好以外，为什么伊会进行所谓战略收缩？各位这个战略收缩咱稍等下再来讲。先告陈老师拄则
文琪大哥讲到吼，这个得力的人可能是 Pelosi 本人以及咱的桃园市长的参选人吼，敢是真正是安尼？台湾本身拢无得到利益吗？我感觉吼，即届的即个访问目前安尼来看吼，当然我感觉美国在即点吼，伊有徛着伊的立场吼，就是对印太吼，像咱林正义教授头拄仔所讲的，即个咱讲的即个承诺吼，即个 commitment 吼，对印太地区的即个安全啊，伊的特殊吼，有一个承诺。是，所以无毋对，拜登政府一开始吼，几个新闻所报出来的状况是那点有点仔反对吼，但是拜登总统嘛讲啊做艺术的，伊讲根据吼军方互伊的即个专门的吼，即个专业的即个报告吼，是有即个安全的即个考虑啦吼。但是伊并无讲伊反对佩洛西来访问，吼，所以其实我感觉。为这点来讲吼，虽然有一寡安尼波折吼，但是基本上来讲，我感觉美国在这点吼，不管是行政部门、白宫也好，还是国会也好，还是民主党也好，还是共和党也好吼，其实拢展现伊对这个印太安全的一个迄个 commitment， 伊的承诺。啊，第二我感觉。台湾当然在这次的这个访问内底吼，嘛是一个外交真好的一个表现吼。因为有一个这尔吼有影响力吼，这尔资深的一个国会议员，而且是伊的议长，会使来访问，而且伊今日所发表的吼，这个言论也好，吼，也是伫伊迄个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所投的文章来讲吼，确实有影，伊嘛是感觉讲，美国爱来支持台湾，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经济发展，而且伫迄个民主治理这点，吼，不管咱看迄个防疫也好，吼啊，对这个全球气候变迁，等等，吼，台湾拢是真好好表现的一个国家。所以伊来访问台湾，其实嘛是对台湾这点的一个肯定。所以我感觉台湾伫这方面的表现吼，确实我是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啊嘛是受到国际媒体的这个肯定。我感觉对台湾来讲，目前来看嘛是一个真好的外交的表现。是，林老师讲到咱台湾外交的这个突破吼，咱看到 Pelosi 伊咧讲到台湾的时阵吼，伊定定讲到讲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啊尤其咱佫看到美国这2冬来吼，讲到台湾问题。建讲到台湾问题，就讲到这个6项的这个保证吼。另外，咱看到美国本身在回应 Pelosi 这摆来台湾的问题的时阵吼，因拢讲这无违反着一中的政策吼。咱看到美国在回应中国的时阵吼，拢甲这个一中的政策摕来当作话语啦，逐摆拢讲一中的政策无违反一中的政策。总是伊若真正在讲伊甲台湾的关系时阵，拢会讲到讲。中国是一个威胁，威胁着台湾的自由民主。美国根据伊甲台湾的约束，需要来保护台湾。咱敢看会到讲，美国渐渐开始在找新的处理台湾甲台海问题这个话语的底底。应该安尼讲，这是中国甲美国，因这2个国家为这个1970年代开始，就是当有这种的前提啊。美国正要甲这个中国来建交，吼，伊这台湾关系法内底，我有讲到，吼，伊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交是有一个愿望啊，这愿望就是讲台湾这个议题，当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啦，吼。所以咱看起来讲有足侪个，就美国的外交的政策来讲，台湾甲中国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无共款的意见，这是美国一个上大的原则啊。所以当美国安尼讲就是讲吼，一个无违反伊的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一个中国的政策是美国的定义，但是这美国的定义，伊哪有甲这中国为1970年代就讲好势，就是讲，咱只要来做好的建交，好的朋友，吼，我只要减少卖予台湾的武器，就是讲你袂使用武力来解决这个台湾问题。所以这就是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北京讲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啊，所以2个国家来讲有无共款的解说
是，我安尼问吼，就是因为美国对咱台湾的态度，伫1970年代进前，伊是挺蒋介石的政府吼。啊，迄阵蒋介石政府伫咧美国要当势伊的政策去支持中国的时阵，伊一直望讲美国袂当改变。啊，咱即马来看美国甲中国的关系，看起来美国渐渐有咧调整伊的一个中国政策，啊，颠倒是中国无望伊去改变吼，敢有会阁发生即款当时的状况？确实有影，就是讲，照主持人你拄啊所讲的吼，所以咱看起即两日即个北京，即个外交部发言人吼，华春莹，伊就安尼讲啊吼，啊讲你即个美国政府啊，慢慢将即个一个中国的原则啊空洞化吼。啊，就是讲空洞化，就是讲虽然讲有啊，但是其实是无啊，吼。啊，一个批评就是讲吼，这个拜登政府吼，甲台湾吼，啊台湾来挖靠这个美国。不过咱会当来看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就是讲袂当使用这个武力，这个是上大的原则。但是咱看到并不是安尼，所以台湾继续。以这个中国以习近平这样大武力的威胁的状况之下，啊，美国当然爱卖武器给台湾，美国当然爱来提醒北京，就是讲介好是用和平的方式，啊，上好就是讲会当来注意到这台湾海峡唔惊这中国甲台湾的安全的问题，阮也是四周围国家其他安全的问题。包括就是国际航线爱经过台湾海峡，吼，所以咱会当看见这个佩洛西即届来啊，哦，虽然讲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哦，今仔日搁要去韩国，不过上大全世界注意的就是这台湾这个岛屿啊，中国的反应，啊，中国开始有影为明仔载开始就较强烈的反应。是文琪大哥。同款的问题，你安怎看？就美国是坚持无应该用武力解决，总是即摆佩洛西来台湾的这规个过程吼，是这个武力的对峙吼，足严重的，你安怎看咧？我感觉是安尼啦吼，当然包含佩洛西伊来台湾，我感觉伊甲拜登政府，我头讲第5摆的拜习会嘛吼，因这是咧唱双簧啊。但是咱佫是爱讲哦，咱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咱非常的欢迎佩洛西来，因为咱家己交朋友的权利。但是咱若咧看美国，咱即马咧讨论即件代志，我要甲大家拜托一件代志，爱提醒，就讲美国伊所作所为，拢是为伊家己的国家的利益。伊即马安尼做，你感觉讲那像伊讲伊甲阿强啊迄边的一中政策、一中原则是毋是小可无共款？当然无共款，因为各取所需。所以你只要看讲美国进前做啥物代志，我莫讲到较早越南的撤退，咱从近期也看到，不管是阿富汗的撤退，好，或是说你看伊为着讲要甲降低国内的通膨，伊特地风尘仆仆的陪甲沙烏地阿拉伯，甲迄个杀死异议分子迄个哈少杰沙尔曼王储拍招呼，你就知影讲美国即卖战略收缩，一方面来以我的定义。就是帝国余晖，讲较歹听就是回光返照，伊无法度，伊即卖的国力。虽然有法度，佫是拍赢，伊即马来讲有法度拍赢阿强，但是你会使看到伊所有的动作一直爱咧撤退，所以你若是用这个角度来看的时阵，佩洛西今仔会来，我感觉美国只是做好伊今仔个大家报告讲，你看哦，我还存在哦，我为大家的报告讲我是民主同盟，但事实上那是真正用着国家的利益。你就看俄乌之战，伊未派美国人去拍战、休战的原因。所以我讲台湾，咱当然欢迎佩洛西来，但是千万莫一个想讲哇，足欢喜的哇，美国来啊，咱就是啥物拢有法度解决。所以过来咱就爱看吼。我头讲，这个猫腻伫倒位呢？过来因即摆讲了，即摆你看阿强啊，甲咱环岛军演对吧？但即摆你看接下来因谈的关税。会降无，所以我讲有当咱咧看戏的时阵吼，因遮大国的艺术，因拢讲好啊啦，咱莫戆啊看。所以我讲若讲打破现状，即马咧环岛军演，即马一定离高雄甲20公里哦，迄是毋是改变现状？那是不是改变现状？伊就包围啊嘛。你若讲真正讲今仔咱有叫嚣，吼美国嘛讲哦，这就是破坏现状。
啊，台湾政府你国防部你免讲遮，你就做互我看。所以我讲，有时候咱讲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所以咱咧看这种代志，好好啊观察，啊无袂讲美国的学者葛莱伊迄很亲台。 库珀伫《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对佩洛西无共款的讲来台湾的看法，所以我讲咱咧看这个国际所有的这个战争啊，是讲因这嘛算的，咱要用更较小心吼，为着咱台湾家己的国家的利益，咱千万莫变做人的棋子啊，因算的，就甲咱等硬上啊，这是对咱无好的。你讲到这，在你看美国甲中共即卖的关系是安怎？ 敢有啥物改变？经过这边的事件了，我感觉因吼，即个足巧的啦吼，对美国甲阿强啊，因都互探摸底细。因为我头讲的第5次的拜习会议，因一定有小可交流讲啊，若佩洛西来，咱卖想超过迄个护栏，所以伊即马看美国哦，发生这件代志啊，哦，你美国的迄个舰队安怎来，安怎去啊？吼，你怎么调动军队？否则我甲大家报告，会记哩无？你看咱主持的这个，你看这个图形，各位，因进前拢讲抵近侦察，甚至南海是就是这个自由航行。那真正美国遮有信心的话，其实伊免靠一大连，讲对婆罗洲啊、加里曼丹啊，谁安呢？伊就好好啊背。所以我就讲，美国伊咧搬戏，但阿强啊伊嘛唔讲，因为对阿强啊来讲，伊是安怎你知影？伊就要看美国讲哦，你们的军队调动，但美国也在看讲哦，你阿强啊，恁安怎处理？因为我头甲主持人私底下大家报告啊。 如果以俄罗斯的经济量体跟中共的经济量体，美国祭出了所谓的金融级的核弹 SWIFT 的这个退出，都无法度甲俄罗斯甲拍到死啊！因为真正甲阿强拍个，阿强会得到什么物件好处，但是美国未好到倒位，所以对因来讲都是斗而不破，大家拢在互探虚实，讲哦，你有法度做到什么程度啊？我有法度做到什么程度？但是咱算到遮，啊无我头讲哦，即马伊甲咱台湾安尼箍起来啊！ 你台湾政府要发声无？你18套剧本伫倒位？伊亲门大户啊！啊，美国你即马看到啊？啊，你即马飞机搁只佩洛西下晡5点进前搁伫台湾哦？你是毋是讲等佩洛西飞了后，较看阿强安怎甲咱安怎修正，还是讲安怎对峙？所以我讲吼，有当咱台湾人吼，咱爱有骨气。 但是我讲实在，爱学较巧的。美国是为了伊家己的国家的利益，伊袂替别人是家己的子弟兵。所以咱台湾人爱学较巧。这是咱初步咧看这件代志的时阵，我讲大家爱更加用心，这样开始好的代志啊。是，陈老师啊，照安尼讲，倒一个部分是超好势，啊，倒一个部分是超无好势。因为若是讲这个军事演习吼，甲台湾这个微调咧，这敢唔是嘛超好势？ 这吼是做难的问题啦吼，因为我本身无啥物线吼，藏伫华府内底，啊嘛无啥物线吼，藏伫北京内底，所以我毋知影因两边是毋是讲有超好势，还是无超好势吼。但是伊安尼来看的话吼，我是感觉，好比讲佩洛西的飞行机吼，伊无直接为南海来飞过，我感觉其实咱会使来解说讲，伊也是美国在即个 route 吼航线顶管来讲吼，伊其实有做一点仔妥协，而且较无遐尼激进，也是遐尼具有一种吼，你着甲你挑衅，也是甲你呛声的即种吼成分伫内底。所以我感觉某种程度来讲吼，美国吼好比讲飞行机的这个路线吼，某种程度其实美国嘛有咧打动啊，吼，互这局势吼，莫讲安尼真正讲哦，我已经 得理啊，然后我不爱插你安那的什么立场啊？啥我就是要为南海来你飞过。啊，但是讲实在啦吼，因为咱这国际关系研究的吼，咱知影南海有足侪岛吼，其实拢互中共摕去啊吼。啊，伫顶悬湾军事化，而且伫顶悬湾安有即个飞弹吼战斗机，所以伊的飞行机来为南海来飞吼，确实我有一寡 不确定因素，也是一寡风险，吼，所以我感觉伊采取的这个路线来讲，吼，我感觉是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安排，吼。是。啊，当然也有足侪咧即马打咧发生，啊，咱毋知
吼，这个美国甲中国伊敢有啥是个什么暗盘吼？好比讲军事的这个演习吼，就是好啦，美国同意，互你到公海安尼人者，但是你就是唔通投我吼拍台湾，也是唔通投我发飞弹吼。是。啊，我是唔知有安尼也无安尼啦吼，但是我感觉北京伊若徛伫伊的立场来讲吼，伊要讲啊安那做迄个极端的这个语言吼，这是会当理解的。是。而且伊要做任何吼，可能较我极端，也是较甚至有点仔掠狂的这种吼军事方面的展现吼，我看这嘛是拢会当理解。是。而且伊即马确实是徛伫公海顶悬，所以你嘛无讲吼，有真正足大的立场讲啊你要踏入我的领海，还是我的领空内底，安尼当然我就会使对你处理嘛吼，我嘛有这立场会使爱处理嘛吼。所以我感觉目前这个局势吼，还搁咧发展当中。吼啊，咱佩洛西迄个议长下晡5点吼暗算较要离开台湾，所以还佫足侪的代志吼，我感觉伫即未来的即个几工，也是一2礼拜内底吼。会继续安尼发展落去，所以我感觉真需要咱个好好来思考跟面对。我补充一下啦吼，我感觉美国即届袂歹是咱台湾话讲赢饺，佫无赢话，所以伊就袂讲哦，故意佫挑工讲要佫对遐南海就一届甲你安尼说落。但是我讲，所以对美国伊嘛是，所以我讲因一直咧搬戏啦，对我来看吼，因讲好啊，所以我讲对阿强啊，为啥伊即摆一直无爱出手？伊讲一届，咱台湾毋是即种。好汉不吃眼前亏，小不忍则乱大谋。因为对习近平来讲，伊即卖权力，伊是希望讲，伊20大了，伊若法度完全的控制整个中共政权的时阵，伊遐到时要出手的时阵是上好，所以有一个提出所谓的新时代要解决台湾的总体方案。那是徛伫讲，我讲有当政治足复杂的，但是有当政治足简单的。你若是习近平，你会安怎看这件代志？我一定视时务者为俊杰，因为你美国甲日本拢准备好啊嘛，你台湾嘛准备好嘛，我这当阵绝对不当头，我一定是因为我蓄积我的能量，我得慢慢我慢慢的靠近你。所以伊咧等伊的国力，吼，就是一直在蓄积他的能量。所以我讲你若咧看这个阿强啊，这部分，就是我讲一句话粗鲁的，就是路遥知马力过来。咱台湾即马伊甲咱台湾安尼箍起来了后，你爱看伊后壁一步一步安怎出，啊无我甲讲到足粗鲁的啊。你若讲照咱民进党这样蔡政府的讲法啦，咱嘛制裁啊，因为你台积电方法是你台湾，你大陆要靠大陆要靠咱台湾，所以我感觉讲这个部分是足趣味的一个所在。是正宇老师，咱讲到拄则讲到这红线的问题吼。对中国来讲，伊即摆可能已经达到伊的红线，而且伊讲佩洛西来台湾吼，美国就要为家己的错误付出代价，而且中国是讲会到做会到吼。毋过咱来讲一个美国的红线，拄则看到讲，咱美国对东平遮这是公海遮飞来台湾吼。若是讲无为南海飞，是因为南海有一个所在一个岛屿已经互中国军事化吼。若是进一步来看，这是因为南海是伫遮吼，若是台湾去互中国提去，那遮东海遮，这都毋是公海吼。美国中国的这个畅水舰，也是航空母舰，都会当开入去太平洋，这敢是美国的红线？当然就是讲这个台湾这个岛屿吼，伊战略的地位足重要吼。拄到之前伊介大经就讲到，这个印度太平洋的战略吼，这个台湾这个岛屿，会再讲是对美国来讲，对韩国、对日本来讲，还是对菲律宾，都是足重要吼。所以我可能有小可有无同款的看法啦吼。我就认为讲美国甲中国吼，因拢知影，就是讲这个对方有伊的限制啊，吼美国知影讲习近平一定原来会当有这个能力来保护台湾，还是保护美国吼。但是原来讲啊足清楚吼，伊7月28来讲啊足清楚，就是讲美国的政府唔惊这个行政部门那这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吼，来讲这个行政甲立法都是平等的，所以伊无法度来控制这个佩洛西。
是毋是要来台湾？是。Pelosi 伊嘛是公开的宣布内底，本来从台湾裂开啊，吼，介大钟无讲着台湾。是。所以咱都会当看到讲，不管是北京，不管是台湾，大家都安尼看，甚至即个美国政府安尼看，即个 Pelosi 伊即新加坡，伊即马来西亚，伊马来西亚的时阵，咱就知伊会来台湾，吼。是。所以原来是大家都足小心啦，吼，无希望讲将即个代志，吼，为本地一个访问变得足大，会紧张危机，吼。所以安那来控制，即个是美国、中国甲台湾有需要的智慧啊。所以对北京来讲，对习近平来讲，吼，因为那是表现伊的立场。不过即摆咱爱看到是讲，大家都爱克制啊，吼，即个克制有需要足大的智慧甲勇气，吼。即个人讲无克制，吼，大家就讲要报复，咱看起来讲本地，大家都有讲好的讲唔通会当将这个代志会当好，吼。卖哦，抓上过大，会当好平安来经过，吼，所以阮啊继续啊，咱爱继续看到。但是美国政府、台湾，我会当安尼讲来讲，有足大的准备，吼，唔惊这中国有准备尔，吼，台湾以这个以前，咱看见这个汉光演习，吼，包括这个万安演习，吼，当有个报道，我讲伊即届内底就是讲。虽然讲台湾受到这个威胁啊，并唔是讲咱有法度讲叫 Pelosi 叫伊一定爱来台湾啦，吼。就是讲虽然讲是安尼，咱原来是欢迎。我看即届有小可较好的发展，就是讲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欢迎 Pelosi 来到台湾。哦。唯一有较极端的政党，因是反对。不过以台湾并无代表性啊，吼。所以。当然就是讲，咱有这个条件啦，吼。不过这个条件一定都会拄着，拄着，咱即个会当看到，就是讲中国对台湾的军事的想定啊、想定啊，会想象啊，就是讲要安那来互台湾来投降。咱看见即明仔载开始，吼，这个演习的地点，即海域甲空域，都是因来想象啊，吼，咱会当来提早来观察。是。正如老师所讲到哈，拄好是咱小等下要看的这个新闻影片，因为 Pelosi 甲伊的访问团吼5点以后就离开中国为明仔载开始就要伫台湾的四围进行这个军事的演训，咱即马来看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互北京真生气。共军马上宣布8月初4到初7要伫台湾4号冷冻来海峡进行实弹演练。这举动形成封锁台湾3天。初3阁发布影片，讲初2暗时，东部政府已经陆续伫台湾周边展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这次联合军事行动是针对美和台当局在台湾问题上的危险举动所采取的必要举措，逼迫这大军压境的形势非常的明显，而且我判断他会做导火射击，包含导弹跟火箭。美国政治学者卜泰林也比较1996年台海危机，共军画出的演习实弹射击区域，甲初4要进行的6个演训范围，发现附近高雄外海面积明显扩大，整体也成做台湾东西南北4面包围的态势。72小时的这种准封锁演练，来打击台湾的这个就是包括股汇市。那也包括就是展现它必要时候可能就要进行这样的封锁。专家进一步分析，中共军演的军事目的确实主要是在倡导展现准封锁实力。北京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也强调，佩洛西访问台湾并无侵犯中国主权，或者是抵触美国长期的一种政策。北京无理由就这机会引起危机加事端。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seek and does not want a crisis. We are prepared to manage what Beijing chooses to do. 科比阁表示，美国会继续伫印太海峡甲空域执行政府，也继续支持台湾捍卫自由开放印太区域，阁寻求甲北京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记者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你看了报道，咱即摆来看这张图吼。这张图内底，咱看这个铺设的区域，这个铺设的区域是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的时阵，中共吼伫演习的所在。啊，咱过来看这个水岸性的部分，水岸性的部分，就是为明仔载开始到8月初7，中共要进行军事演训的所在吼。咱来看伫遮南海遮东平遮吼，遮。事实上是甲台湾规个围垒起来，而且这个青色的部分是咱台湾的领海，咱看到这个水红色的部分已经通到台湾的领海，也就是讲中国军事演训的这个所在有侵犯到咱台湾的领海啊。这个状况是 Pelosi 离开台湾了后，中共要进行军事演训。即马是计划安尼啦吼。陈老师，咱看到这边的状况吼，比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的时阵是搁较严重。不过，迄个1996年的时阵是台湾要选总统吼，即摆是美国的国会议长来台湾访问尔。咱看到即款的状况，敢是中国亲像文琪文琪大哥所讲的吼，即摆在对美国咧呛声，我即摆军事的力量会当甲你对下。我感觉其实是会使安尼来看，较是有影吼，因为离1996年安尼已经过30几冬啊嘛吼，在目前来看的话，中国的这个军事力量，嘛毋是1996年迄时阵的军事力量。吼，咱知影这30几冬来，伊这个军事现代化的这个部分，吼，当然伊的军力是相当的这个进步，吼。所以伊安尼的这种部署，吼，我感觉较是有影吼。你若讲甲1996年来比的话，较是有影，伊做这种的这个布置吼是合理的，是搁较进阶版的。吼，对台湾吼所传达的这个威胁性吼是搁较吼这个搁较大，搁较有这个张力吼。是。所以我感觉无毋对，较是有影，伊咧向美国嘛是向台湾吼传达一个足明显的消息，就是讲我的军事力量，就若像我即马的布置来看吼，我是会使甲台湾包起来哦。吼，所以你看恁。必须吼为即届的即个访问吼来付出恁的迄个代价吼。但是我感觉中国安尼做吼，较是我提供台湾甲美国吼一个真好的 lesson， 一个功课，就是讲好，伊若讲要采取迄个包围的即个战略的话吼，伊是会安怎去布置，安怎进行？对台湾吼，对美国来讲，安怎来突破？安怎来反制？吼，我感觉这其实是会使互台湾、美国甚至日本吼来思考的。是。另外就是讲，无毋对，咱安尼看就是伊安尼的布置，但是咱嘛会使问讲，咱国军的即个布置，咱国军的准备是安怎款的？吼，这是咱家己的一方面力量的展现。是。另外就是讲，这个图所展现出来的时阵，咱也无看到美军的布置是伫对个。对。吼，所以。伊把台湾包起来，但是伊的外口有美军无？是，吼有日本自卫队无？吼，所以其实我讲对中国来讲，对解放军来讲，尤其伫伊的北边、南边、佮东边来讲的话，其实伊嘛爱思考。我虽然甲你包围，但是我有可能去互你你的盟友也是你的战略伙伴反包围无？是，吼，所以其实我感觉，反正会使提醒观众朋友，就是讲，咱看这个图吼。那像有影这个解放军吼，那像吼足恐怖、足厉害，而且吼比起1996年已经吼把这个范围更较扩大，是更较逼近，而且会使投射吼甲台湾的东部，但是咱的力量本身是安怎？是吼美军伫对个。我感觉观众朋友嘛爱思考一点。拄好是我想要问的问题吼，就是讲Pelosi 来台湾进前，咱知影美国甲伊的雷军号航空母舰甲伊的打击群吼，放伫这个南海甲巴士海峡迄个所在。另外Pelosi 若是离开台湾了后，雷军号航空母舰敢就共款嘛使走？这是一个真好的问题吼，这嘛使来印证，就是讲吼，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承诺还是支持吼，到底是Pelosi访问的时阵较有成立，Pelosi离开的时阵，伊的军舰、伊的军机就拢驶走啊，敢是安尼？我看起来应该
唔是安尼啦吼。虽然佩洛西今日下晡就要离开啊，但是我相信美军的力量吼，唔是干那讲伊来的时阵较出现尔。美军在也未来之前已经5档、15档、25档、75档，已经拢不断的出现伫台湾海峡、西太平洋。好，啊，我相信佩洛西离开台湾了以后，美军的力量也是会继续出现伫台湾海峡、出现伫南海、东海、佮西太平洋。所以我感觉，美军的力量吼，我感觉观众朋友较是话爱注意，过来伊是安怎看吼中国的这个布置，啊，然后美军要安怎做啥物款的这个反制也好，还是反应也好。是。文基大哥，即摆 Pelosi 来台湾吼，这规个过程吼，国际学者讲，这是一个比赛，比讲啥物人较无胆，这个彼此咧化解吼。Pelosi 来台湾这个谈判的过程是安尼，你会感觉讲中国开始咧这个军事演训而且边啊，拄正陈老师讲，可能美军嘛伫边啊吼，敢是共款这个比啥物人较无胆的这个比赛咧？我感觉因一定是安尼咧比啦吼，但是我感觉讲，我讲像徛伫咱讲，我头讲政治有当足复杂的，有也足简单的。因为你只想讲，习近平为啥伊有所谓的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我讲一个较坦白的讲，就是讲，以美军即卖的实力来讲啦吼，当然伊要拍赢阿强啊，绝对无问题。但是阿强啊，伊上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是伫我的家门口，所以伊其实这个部分有法度弭平他的一些弱势，所以伊即卖咧。所有的这个动作，你会看伊愈来有啥点愈来愈侪，甲6个所在，甲咱安尼包起来。为啥咱他讲的已经超越了所谓的24海里的这个领海20公里嘛？伊即马就要看你台湾政府你安怎出手。而且佩洛西，我就对美国来讲啦，只要我的人无出代志。基本上伊就是看你看背小台，我会提供你武器，我哪像俄罗斯，我会提供你卫星的情报，讲啥物因人伫倒位，但你要美国人家己死家己的人，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各位，这个观众朋友，我一定爱甲大家报告，你若是讲真正有迄个魄力，你就爱讲，我头讲啊，你若是敢啊，今仔一定请门大户啊，哇，甲咱安尼围起来3工呢，啥物代志拢袂使做。啊！你国防部，你今仔你看上新伊的讲法是讲违反国际法，讲侵犯主权。各位，我他一甲大家报告讲，侵犯主权这个伊甲违反国际法，这是改变现状哦。所以我即马讲，所以我讲你即马台湾政府面对阿强啊，咱伊当然啦，我感觉伊就是要甲咱食掉嘛。但是你有啥物摘掉？你即马即种啊，你还甲我讲啊，你袂使讲我啥一切你看国防部的讲法，我甲大家报告足歹势。你只要把他的录音带调出来，伊讲的话大概拢共款啊，全程掌握啦啥，讲这有讲哪无讲，讲你有魄力，你有才调，你有啥物方法无？伊无，伊甲你讲的拢知。所以我讲一个简单的检验的方法，各位，恁若想讲有一个 M50，迄个叫做 M501的航线，迄个你要蔡英文甲民航局讲哦，这飞机若飞起来，恁就爱甲讲哦，恁安尼飞唔对哦，你问看这民航局，伊有安尼做无？无嘛，所以我讲有当咱莫草莓啊人加工，咱爱学较巧的，无要紧。咱知影伊想要甲咱食掉，美国真正嘛是讲，就是要卖武器互咱，所以咱安怎较巧的讲，保护咱家己台湾人的利益，吼国家要安怎？无你看着讲，若是照蔡英文政府即马做的所有的代志，我就讲，较早马政府的时阵，咱。甲阿强啊，迄边的做生意是42%、40几%，即马是愈来愈悬。文基大哥，你稍等吼，我问静怡老师，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讲，中国安尼军事演训，敢是亲像文基大哥所讲的改变现状？吼，另外若是真正安尼做，咱台湾的政府敢着爱一定甲发生军事冲突，才表明讲是有办法处理？咱会当看到这条图啦，吼，啊，咱讲真正是要改变，吼，就是讲伊较早足少，伊即个台湾的东部，台东的外海遐，吼，咱会当看起来讲，即个1996年至3月7号来新华社啊公告啊，3月这边开始来拍飞弹，吼，所以伊有3日的时间。1996年是飞弹，即个是实弹，即实弹有足这种的讲法就对啊，吼，无一定是飞弹啦，吼，但是就是讲，咱看见即个台湾的东部，即个所在，
还是甲即个高雄即个所在有较近高雄无毋对，吼。啊，不过伊有足大一个范围啊，吼。伊安尼讲，伊即个范围内底，吼，不管即个范围是离开台湾较远的，咱就是讲希望伊执行的时阵是离开台湾较远，吼。但是不管是台湾的西南部、东南部，还是正北部、西北部，还是东北部，即个都过去都有啦，吼。啊，来讲无就是讲，伊足少讲一届全部拢来啊，吼啊多点啊，几啊点。较早来讲，可能是即个西南方，即个定差不多逐日都来，吼。啊，即届是离高雄较近，无毋对，吼。不过时间有较短，加3天。咱知影来讲，以台湾即个岛屿的西边啊，你台湾海峡毋是即中国的内海啊，吼。啊，有足济即个民航机爱经过，吼。所以对咱来讲，就是讲咱有足大。压力，即个确实有影无毋对，阮有挑战，吼。啊，不过我是想讲美国是无希望啊，即台湾甲中国有即真正军事的冲突，吼。所以介好爱避免即个意外，吼。所以即个就是讲有足大，即个包括是即个总统，还是即个习近平、拜登，因拢爱有足济的准备，吼。啊，袂使讲就是讲。台湾甲中国冲突美国上欢喜，我咧讲，这个并毋是美国拜登政府的政策啊。是陈老师若是即款的状况，你感觉台湾的政府应该安怎反应？台湾的军方安怎反应才会正确？我的看法吼，就是讲，中国采取这个方式，当然是要对佩洛西来访问的足大的不满嘛，吼。啊，另外就是要互台湾，当然要美国佮日本吼，施加一种压力，互台湾讲好，你看，你甲美国，也是恁若佮愈好的话吼，其实我是有力量会使甲你包围，甚至对你做一寡军事的这个动作，吼。那台湾的政府也是台湾怎么来看吼？因为某种程度吼，其实迄是公海的所在，所以咱嘛袂当讲你袂当伫公海顶悬。吼，来出现，吼，但是我感觉台湾爱徛准一个立场，就是讲，你进来我咱知12海里以外，搁有一个12海里的临街区，我感觉吼，应该爱达警告，就是讲吼，你入来临街区的时阵吼，我感觉你着爱较注意咯，因为这对我来讲已经足接近啦嘛。当然啦，入来到12海里这个领海的部分吼，我感觉台湾爱徛掉家己的这个立场。吼，若无的话吼，即届若互中共创下一个先例，就是讲伊会使入来到你的领海、领空内底，然后你拢无作为的话，安尼我感觉中国会安怎看？台湾的老百姓会安怎看？吼，所以我感觉底线就是伫即个上底的底线吼，是伫即个领海、领空的部分。但是我感觉爱互北京知影讲。临街区的部分，我感觉阮要做严重关切，因为这已经太接近了。在这个状况来看吼，我个人是感觉吼，我较爱引用吼美国宪法内底有一个叫做立即而明显的危险。吼，像讲即马来看，我讲伊这个部署吼，应该对台湾也无造成讲立即而明显的危险。所谓立即而明显的危险，就是伊发动攻击。然后会登陆，然后把你占领，然后把台湾摕去。因为目前伊无即个两栖这方面的即个部署跟动员嘛，吼。所以无即个威胁之下，吼，我感觉台湾就是忍耐，吼冷静观察准备，吼当然咱有准备，但是咱无要主动讲好，我要对你甲你对呛，还是讲真是就是草命人加工，吼。但是台湾有台湾的原则。吼，这个临街区、领海这部分，我感觉爱徛掉咧。这是我感觉台湾目前会使做。我加问一个问题，陈老师拄则所讲到吼，咱来讲Bloomberg 这个报纸伊所报的，都是中国对Pelosi 来台湾的欢迎，可能有6个剧本。拄则陈老师所讲到的吼，头一个可能派更较侪的战机吼来扰乱台湾的领空，另外这个。突破台湾海峡的这个中线，另外4架飞弹，这伫咱
拄则所讲的8月初3到8月初7，伊可能就会安尼做吼。另外的经济封锁啦，甚至是占台湾部分的领土，亲像伫这个金门823这个下飞弹的这个代志来讲吼，陈老师你所讲的就是讲，咱台湾爱冷静、爱忍耐吼，咱即马可能会当知影讲占台湾部分的领土是袂发生，毋过突破台湾海峡中线吼，试射飞弹。另外战机来扰乱领空吼，这昨住伫台南的朋友就讲吼，一暗吼20多摆吼，战机去起飞吼。那这款的状况咱陈老师拄则所讲的这个忍耐安怎做才对咧？彭博社真好吼，会提供这个6个可能的这个 scenario， 也是这个剧本吼，互台湾吼。我感觉台湾的立场来看吼，应该就是第6点吼，不管伊是攻击台湾的本土，还是台湾的外岛，拢形同对中华民国、对台湾来宣战。是吼，所以我感觉无差别，就是讲是本土还是对外岛。吼，那所以第6项对台湾来讲，这是一个真大、真严峻的一个挑战。吼，所以咱当然无希望第6点来发生。吼，那第3点，这个试射飞弹。吼，看伊飞弹是射去对，伊伫对啊落，吼，伊若落伫咱的临街区，勉强可能也阁会使接受，但是若射入来咱的领海，也是伫领土内底，而且阁造成这个事故，也是造成损失，甚至有伤亡的话，这对台湾来讲，这是我袂当接受的。是，吼，所以我讲第3项是有程度的这个。内容吼会使讨论的，若其他第1、第2、第4、第5吼，这过去拢不是咧发生的。是。等下像我所讲的，伊对台湾并目前来讲无造成立即而明显的危险，所以咱也是保持冷静。那当然，伊昨已经有宣布吼，要对台湾实施这个经济的这个制裁，互足侪台湾的物啊无法度搁来卖去中国。这点来讲，吼，台湾爱思考，就是讲，吼，伊这个经济的这个封锁，也是这个杯葛，也是对咱制裁的这部分，吼，咱爱思考讲，爱找其他的出路，吼，这是台湾我必须面对的这个功课。是，郑义老师，那赶快问的你是安怎看？咱会当爱借着这个即届事件啦，安尼讲这是事件吼。是。咱爱好好。来把握来观察中国对台湾，以这个危机的时阵，即摆抑阁毋是危机，吼，即摆是足大的紧张无毋对，但是咱原来爱冷静，吼，就是讲到台湾本身原来有爱国者会弹，吼，所以伊讲要攻击咱台湾的土地，吼，这是爱国者会弹是绝对有法度去拦截，吼，是其他有足侪部分，吼。就是讲，毋仅是军事，阮有政治，阮有经济，阮有心理，我介重要就是心理，吼。所以咱拄着足侪无共款的信息，这国防部也是政府的部门，爱第一的时间爱澄清，吼，这是安定咱台湾的民众。所以咱看起来讲，台湾并毋是讲第一届拄着。这个紧张啦，过去已经有足侪的经验，只不过就是讲即届就是讲伊时间有较短。是。对中国来讲，原来是一种的考验。伊较早，伊有准备。我头先讲着就讲3天以后才开始这个导弹飞弹的试射。即届在讲是准备的时间是足短，吼，所以政治人物会当克制。但是，阮来爱以这军事的执行的责任，阮来爱完全去照顾到，袂使互这个军事来执行变作从这个意外变作一种的危机。是问题大哥，咱讲到即摆佩洛西来台湾的这个过程中间吼，美国甲中国包括台湾，事实上大家拢真存在吼。你来看。那中国开始军事演训了，因敢袂有同款的存在，袂亲像你所讲的，真正改变现状。我应该安尼讲啦吼，咱即摆看彭博社讲的即个6项的即个所有的做的啦，
其实即马每一项拢咧做，甲第6项伊无做，但是我甲大家报告，那我是阿强啊啦，我会挑倒一个所在，我甲大家报告东沙，互大家看嘛。即马我小可一个之前卖讲神预言啦，因为东沙一个是一个讲对咱台湾足重要，但是易攻难守。啊，迄无像南海岛屿吼，有足侪国家的即个主权的争议，所以这我感觉咱安尼看。但是即马就讲对台湾来讲，我讲即马发生这件代志，我有啥讲，咱佫是爱勇敢的欢迎佩洛西来，因为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咱的名叫做中华民国，咱绝对袂使讲啊，伊无欢迎，咱就不来。但是我爱大家都报告讲，你袂使有匹夫之勇。他老师讲了真好，咱的外国者、爱国者非咱会使甲拦截，但是我甲大家报告哦。咱的爱国者非，咱以咱军事来讲，咱因拍一粒，咱可能爱拍2粒、3粒，会使拦截到伊哩。伊若拍100粒，咱爱拍400粒。我意思讲，若饱和攻击，其实咱的台湾的政府、国防部，因爱更较有头脑，无规工哦，我讲规工，即摆咧处理。